喂，各位村民，大家平安。伊拉等下我马不来，不来有注意报告。Cuma ku kirimu aja kamu ku ribata gidanga. Susah kali azwa YouTube. Sa ikan jaza kamu ku. 不来哟。那360Pare masuk-masuk jatuh. 哦，我有带一个好东西给你呢。Minta luka aja. 哎，你有在看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准备，1、2、3。你的手机常常没有电吗？出门要带2条线，让你很困扰吗？那你今天呢就不能错过这一集。说感到我们邀请了Ina Ramirez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好，来介绍自己。Siapa-siapa mampu lah dia ganti nyeminga sudah senja kemasih kacida ipasa duraka sa ko kinadan. Ina，你常常用手机在工作嘛，可能有人赖啊，要找你啦，打电话的啦，或是你要联络事情，所以常常用手机很容易没有电。那你有在用行动电源的习惯吗？如果你在外面，你没有这个插座，你有这个吗？你自己Nakala ko sintong tenyen. 真的吗？真的吗？ Nakala ko sintong tenyen. 太好了，刚好适合我今天要介绍给你的东西。平常呢，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这个插座，那我们就要带手机嘛，然后行动电源一条是充手机的线，一条呢充行动电源的线，这样对吗？平常是这样嘛，你还要带这个充电的头，是不是很麻烦？然后你又常常会很容易马老吼，我就马来神，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了哦。Ini kasus ini ko. 今天呢，我是爸爸讲的是，行动电源。Kakak cuy na dinci, an mama di mali kata so. 以后出去就带这个，平常在家里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插头，然后还有2个孔可以让你充，不管你可能要充手机，或是小孩的手机，然后可能你还有其他的东西。可是你突然糟糕了，你要出门了。怎么办？你是不是平常的时候，你还要找这个线，找这个电源，找这个这样子？不用了，那些都亚利安娜不需要了，你就把这个呢拔起来，带走就好了。Amin susah, cakap cuy susah kamanya. 喂，因为呢，你拔起来以后，一定是怎么样？不来哟。哎，这你个叶配完。对，这个不是业配的，你平常插着是插头，然后你要出门的时候，它是一个行动电源。你看这里有那个电量显示的，这个送给你，真的啦，真的。巴古里古里，这个送给你啊。没关系。好，所以呢，以后这个你带出去，你只要带这个插头，然后你带1条线充你的手机就够了。然后它又多一个孔，所以你如果有朋友有需要的话，你的同事啊，你的还可以分享，我觉得很适合你，是这样的吧，老师。讲的是，最后呢，复习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：充电线、插座、插头、手机、行动电源、小配包。如果你是用 iPhone 的人，你要让你的手机的电池都很健康的话，半年一定要把手机呢一直用到它关掉为止。对，然后最后呢，你就帮它充电充饱，它就会整个 refresh。怎么解释 ？Refresh。mau melewakuan 的意思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送礼3位原住民的朋友，2位非原住民的朋友。要怎么得到这个礼物呢？用主语照样造句。我需要这个行动电源，因为怎么样。那我们来示范一次给大家。好。你说哪？Salingaan, tayo sa kakatsoy na dinci. Ayato sa sakal Jessica Swan. Salingaan, tayo sa kakatsoy na dinci. Ayato usi bakalava. 家夫妇，这是什么？我需要这个行动电源。Salingan tayo sa kakatsoy na dinci. 因为 Ayato 交给你自己咯。牛津来生多少干部，你是做。Pagkaringking
sama-sama Maya Marora termasuk aku. Alhamdulillah.